会，你平常怎么照顾？我以前第一个照顾阿妈，第二个照顾小 baby。哦，小 baby，那你工作时候需要做什么？你的会做什么？我在那边，在以前在家，然后是你要做饭吗？煮饭有。你需要做饭吗？而你照顾小 baby 的时候要做什么？我以前照顾小 baby， 种牛奶，帮他洗澡，然后陪他吃东西，陪他玩，婆婆、sendawa， 种叫什么？种奶呢？冲奶。哪里那个比多大？以前他是2岁。他0岁的时候，BB 的时候，你照顾到他2岁。3年。我照顾到然后